台北要杀政策做无分城市时代力量、台湾绿党加的政党内都好有起伏哦，爱成编预算等等配合措施，交通局爱适合有够再来推动，若无干那是画口号尔尔。台北议会大街有扩大建分区，台北市府打算以这个无分的城市做示范点。市长周万安后续阁宣布，对今年开始推动台北无分城市，民众未来袂当伫咧路边食薰。时代力量、台湾绿党等团体拜二伫咧市府头前召开记者会，认为市府无配套、无预算、无法源，干那咧画口号尔尔。时代力量以日本大阪做例，干那食分区就要有60亿的预算。台北跟大阪的人口和面积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吸烟区不到大阪的1/10，所以我们就来帮蒋市长算一下，台北市要盖500个，需要10亿元。如果要达到日本的专家所评估、所建议的3000个，那么就需要60亿元。有文山区的里长认为，若全面禁止却无提供食分区，敢若会造成环境愈来愈乱。里长讲，亲像即马迪化街虽然有禁分，不过却变做食薰的人必入去私人的停车场，也是巷仔内底偷食薰。无烟城市不应该是幻想一步就可以到位，必须要有明确的阶段性的规划。所以市长以及公务单位希望不要坐在办公室做决策，请走入民间，跟民众贴近的去做沟通，请市办做公听会以及挑选示范点。文山区里长建议市府应该召开公听会，规划无同的示范地点。若台北市卫生局有派人员到记者会了解状况，不过伫现场针对民间提出的建议，暂时无回应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